关心社会新闻，今年3月，一个沙石车的驾驶赛车经过基隆7堵一个路口时，道边后链的苗栗有长气，链啊阵的绿气，弄死一个伫边仔伫摊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。检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加起诉，最后经过法官的审理，认为讲伊无注意到车辆的保养有疏失，掩故承认犯行，加死者家属又有和解，判伊有期徒刑6个月，会当假罪2档。大货车驶甲真紧，无发现链仔落去，连去边的草包，竟然意外喊死一个查甫人。第一线发现的员工是看他肚子有一个电击的痕迹，所以说第一时间大家都不敢去碰他。原本了村查甫人是互电死的。也毋过后来发现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伫3月初4赛车经过基隆7堵的一个路口，伊道边的后链落去，链仔一落链，不幸喊死当咧摊草的查甫人。当时死者的身躯顶有乌色的伤痕，附近还有电线凸起，这个红掠准，伊是互电死的。一直到调监时期，才真相大白。法官认为，姓张的查甫人是货车驾驶，应该爱注意车辆的保养。赛车无注意到行车安全，造成事故。法官看伊有承认犯行，甲被害人的家属和解，赔780万有弥补的意思。经过多方考量，判刑确定。真男涉犯刑法276条过失致人于死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，判处真男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2年。车辆的保养得爱为平常时做起，尤其是大台车，检载流程拢袂当失角切。转动看看，是不是有感觉到有震动的感觉，麻麻的感觉，左右摇一下，上下摇一下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这就要告知客人，要处理。不处理的话，如果继续开，温度太高，轴承就会破掉。车的温度较高称悬，风险自然会提悬。无论是大台车也是小台车。加一份检查，就加一份安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